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台湾家庭都感到沉重，甚至有些恐惧的话题。走在台湾的街头，你是不是常看见洗肾中心的招牌？台湾被称为洗肾王国，这不是什么光彩的称号，而是无数家庭的血泪。很多长辈每天早上起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担心自己的身体，但最可怕的不是生病，而是你根本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靠近。在医学上，我们称之为进入洗肾前的沉默地带。肾脏是一个非常温柔，也非常能忍耐的器官，它默默为你过滤毒素，直到它真的撑不住，彻底崩溃的那一天，它才会发出微弱的求救声。很多人直到要背负一辈子的洗肾基石，才后悔莫及。所以，我今天必须跟各位说一句重话：如果你有半夜起床上厕所，也就是尿尿次数变多的情况，却没有耐心听完这段影片，你很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亲手弄丢了原本可以挽救肾脏的最后5到10年。这不是在吓唬各位，而是作为一名医生最诚恳的告诫。一旦肾功能彻底丧失，你将失去旅行的自由，失去品尝美食的快乐，甚至成为家人的负担。为了不让那一天到来，请一定要跟我一起看到最后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专业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现在是否正专心地看着这段影片。如果您觉得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输入1，如果不感兴趣，请输入0。听完刚才的话，大家心里可能有点沉重，别担心，我们先喝口水，放松一下。其实，肾脏的衰退病不是像跌倒受伤那样一天之内就变坏的，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，通常是以年、位单位在计时。在医学上，我们把慢性肾脏病分成1到5期。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也同时是一个警讯。在第1期和第2期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几乎不会有任何明显的不舒服，你可能照样爬山，照样跟孙子玩，照样吃得下睡得着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掉以轻心。很多长辈跟我说，医生，我又不痛不痒，为什么要检查？其实这正是肾脏最体贴也最让人心疼的地方，它一直在为你前张活，直到自己满身伤痕。如果你能在这个阶段就开始调整生活，肾脏是有机会跟着你安稳度过余生的。这不是一场死刑宣判，而是一个重新爱护身体的契机。我们要做的不是恐慌，而是去理解它，听懂它的语言。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可能会打破你这辈子所有认知的秘密。在台湾，我们从小被教导吃太咸会伤肾，所以很多长辈连饭菜都不敢放盐，吃得清淡如水。但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在台湾，导致洗肾的第1名原因，并不是盐巴，而是高血糖。没错，长期血糖控制不好，才是那个躲在暗处最残忍的肾脏杀手。请大家发挥一点想象力，想象我们的血管就像是一根根精密的过滤管，而肾脏就是这套过滤系统的核心。如果你长期血糖过高，你的血液就会变得像浓稠的糖浆一样。想象一下，把一个精细的氯网浸泡在黏糊糊的糖水里，久而久之，那些滤网的小孔会不会被糖分黏住、堵塞，最后甚至锈蚀烂掉？这就是高血糖对肾脏微血管造成的伤害。这种伤害是全身性的，而且非常难以逆转。如果你只顾住减盐，却天天喝手摇饮，吃高糖分的水果，那你依然是在把自己的肾脏往火坑里推。这是一个观念的重大翻转，也是救命的第1步。明白了血糖的威胁后，我们来简单聊聊为什么医生总爱念叨3高要控制。我们把身体想象成一部运转中的车子，肾脏就是这部车的机油率、氢气或净水车站。
首先是高血压。当你血压高的时候，血液冲击肾脏滤网的力量就变得非常大，就像是用高压水枪去冲洗细嫩的丝绸，时间久了，滤网会变硬，会坏掉。接着是刚才提到的高血糖，它会产生一种糖化中产物，像铁锈一样腐蚀滤网。最后是高血脂，血液里的脂肪太多，就像道路上的淤泥，会堵塞通往肾脏的微小血管，让肾脏因为缺氧、缺血而慢慢枯萎。所以血管是道路，血液是车流，而肾脏就是最重要的过滤站，这三者是环环相扣的。只要道路、血管变硬了，车流、血液变黏了，过滤站、肾脏就一定会出事。我之所以解释得这么详细，是希望各位长辈明白，吃三高的药并不是在毒害身体，而是在保护这座精密的过滤站。我们要对抗的不是药物，而是那些让血管生锈的隐形压力。只要你能维持三高的稳定，你就是在给肾脏争取喘息的空间。既然肾脏很会忍耐，那我们要怎么提早发现它在求救呢？这部分非常关键，请大家仔细听好，甚至可以拿笔记下来。肾脏在彻底罢工前，会给出3个最重要的信号。第一，就是我开头提到的夜尿次数变多。很多长辈觉得年纪大了，晚上起来尿尿1-2次很正常，但在医学上，如果你的夜尿习惯突然改变，次数明显增加，这往往是肾脏浓缩尿液的功能在衰退。这通常比你抽血发现异常还要早出现5到15年，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救命信号。第二是泡泡尿。大家都知道尿尿会有泡泡，但肾脏病的泡泡是不一样的。请记住这个口诀，泡泡要细小，像卡布奇诺咖啡的奶泡，而且过了10分钟都不会散掉。这代表你的肾脏滤网破洞了，珍贵的蛋白质流失了。如果你发现马桶里的泡泡像肥皂水一样久久不散，一定要立刻就医。第三是水肿，大家可以用手按按，看脚踝或是小腿前侧，用力按下去5秒钟。如果放开后，皮肤像凹陷的沙发一样，很久才淡回来，那代表水分已经积在组织里排不出去了。这代表肾脏的排泄功能已经出了大问题。这3个信号是肾脏对你最后的呼唤。如果你现在就发现了，那是你的福气，因为你还有时间回头。在门诊，我常看到一种让人痛心的情况，很多长辈非常爱护身体，但却爱错了方向。他们最常犯的错误，就是因为怕吃西药伤肾，所以偷偷把医生开的血压药、血糖药给停了。他们会说，药吃多了会洗肾啦。这真的是天大的误会。事实上，在台湾，大部分洗肾的人不是因为吃三高的药，而是因为三高控制不好，才导致肾脏报废。药物是帮你维持稳定的盾牌，当你丢掉盾牌，你的肾脏就直接暴露在炮火之下。另一种常见的致命伤是随便买地下电台的补药，或是自行去药局买强效的止痛药，特别是含有 NSAID 成分的非类固醇止痛药，这对肾脏的伤害是非常直接且剧烈的。我有病人才吃了1周的强效止痛药，肾功能就从第3期直接掉到第5期。我想告诉各位，保护肾脏最好的方法是听从专业医师的规划，规律用药，不要听信邻居说哪种草药有效，也不要迷信偏方。最平凡的一组，往往才是最踏实的守护。我们不要求快，只要走得稳，肾脏就能陪你走得远。说了这么多医学道理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他叫林志伟，是一位住在新北市才28岁的男孩子。你可能会惊讶，这么年轻也会肾衰竭。志伟在便利商店工作，为了生活拼命加班，3餐都靠便当垫肚子，累了就喝大杯的手摇饮提神。有一天，他发现自己怎么穿鞋子都变得很紧，脸肿的连同事都认不出来。到诊间检查时，
他的糖化血色素高达 10%， 尿蛋白严重超标，肾功能指数已经掉到危急边缘。才28岁，医生就跟他说可能要准备洗肾。志伟当时坐在门诊外面，一个大男生哭得像个小孩，他觉得人生全毁了，对不起父母，也看不到未来。但他没有放弃，我们一起制定了90天的抢救计划。他辞掉了大夜班，戒掉了所有含糖饮料，改吃糙米饭和大量青菜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克服了恐惧，开始规律服用控制血糖的药物。3个月后，奇迹发生了，他的水肿消了，尿蛋白从强阳性转为微量，肾功能指数竟然神奇地往回跳了一大截，脱离了洗肾的威胁。志伟现在依然要定期回诊，但他整个人脱胎换骨，充满活力。我想借由志伟的故事告诉大家，不管你现在几岁，不管你的报告红字有多深，只要你愿意从今天开始改变，肾脏是有修复能力的。他在等你的配合，他在等一个重生的机会。看到志伟现在能开心地带着爸妈去旅游，这就是我作为医生最大的成就感。听完志伟的故事，你是不是也想知道具体该怎么吃才能救肾？我为大家整理了3个最简单，你在家里就能马上执行的原则。第一，是聪明选淀粉，请尽量把白米饭换成糙米、五谷饭或是地瓜。这些慢速淀粉含有丰富的纤维，能让你的血糖稳定上升，不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一下冲高去伤害肾脏血管。如果你牙口不好，可以把糙米泡久一点再煮，一样很好吃。第二，是水果要吃对。台湾是水果天堂，但很多水果太甜了，像西瓜、芒果，吃多了血糖会失控，建议选一些升糖、系数低的，像是芭乐、大番茄或是奇异果。而且水果要吃，不要用喝的，打成汁会让你瞬间摄取过多糖分。第三，是正确的饮水习惯，除非医生嘱咐你要限水，否则每天要喝足体重30倍的水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喝白开水或是少量的黑咖啡。黑咖啡里面的抗氧化成分对心血管有帮助，但记得不要加糖和奶精。另外，喝水要少量多次，不要一次猛灌，让肾脏能优雅地处理水分。这3个原则不需要花大钱，只需要你的一点用心。从明天早上的那一碗饭开始改变，你的肾脏会非常感激你的。如果大家问我有没有哪种食物是肾脏最喜欢的，那我会推荐这个黄金组合：深海鱼加上大番茄。为什么是这个组合呢？因为深海鱼像是台湾常见的蒸鱼、秋刀鱼，含有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，这就像是血管的天然润滑油，能帮助减轻肾脏的发炎反应。而大番茄里面的茄红素是一种超强的抗氧化剂，能保护肾脏滤网免受糖分的侵蚀。这2样东西在台湾的超市、传统市场都非常便宜好买。你可以做一碗番茄鱼汤，不用放太多调味料，食材本身的鲜甜就很足够。这就是所谓的地中海饮食台湾化。当 Omega-3 遇上茄红素，它们会联手在你的肾脏周围筑起一道防护墙，对抗3高的伤害。这种天然的保护力比任何昂贵的直销补药都有效得多。这就是我所谓的救肾秘密，它不在深山里，就在你的餐桌上。影片来到尾声，我想感性的跟大家说几句话。作为医生，我可以开药，可以告诉你饮食原则，但我无法替你吃那口健康的饭，也无法替你早点上床睡觉。保护肾脏是一场马拉松，不是百米冲刺。你不需要明天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，你只需要比昨天好一点点。今天少喝1杯饮料，明天多走10分钟的路。这些点滴的累积，最后都会变成你晚年的自由与尊严。我们辛苦了一辈子，为家为孩子拼命，现在是时候回过头来好好抱抱这个为你操劳数实在的肾脏了。它要求的不多，
只要你多听听它的求救声，给它正确的养分，它就会报答你更多健康平安的时光。希望这支影片能成为您健康旅程的一个转折点，请把这份关怀分享给您最爱的家人，让大家一起远离洗肾的阴影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我们下次见，愿大家身体健康，福气满满。